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Lisa的俗语教室，我是 Lisa。Lisa 伫遮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2023年是兔仔年，所以这摆咱要来介绍甲兔仔有关系的俗语。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俗语是这句“掠兔仔”。掠是一种动作，亲像肩胛头足酸的来掠铃。讨海人出海去掠鱼仔，厝边流水找陈仔油来掠捞。掠就是华语抓的意思，啊掠兔仔这句俗语为话句来看是安尼的意思。毋过除了安尼掠兔仔以外，阁有另外一种意思，就是食歹巴肚啊、破病，也是晕船、晕车、啉酒醉，拢会为喙内底吐出物件的意思。吐物件的这个吐，因为甲兔仔的这个吐共音，所以为着无爱互人感觉足恶心的，听起来感觉无爽快，就用兔仔的这个吐来代替吐物件的这个吐啊。你啥听讲你昨坐船出海去钓鱼仔，是钓着几尾啊？紧摕出来互我看卖啊！吼，莫阁讲啊！我昨晕船掠兔仔掠规路的，哪有钓着啥物鱼啊？哟，无过我头拄仔入来就闻着恁兜拢兔仔味。好，以上就是咱即摆甲兔仔有关系的俗语，希望大家新的一年拢会当甲身体顾好，袂有掠兔仔的机会哦。好，我是Lisa，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要一起赞个分享出去，也要订阅观众朋友，也别直接订阅的快快小铃铛，安尼就首先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嘛，Lisa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那后一个节目再会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